再来看中友百货集团保利农庄的开发案争议哦，最近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公开会议的时，有里长带民众去抗议，因是指出讲开会无依照环评法通知附近其他里的里民来参加哦，这已经违法。也毋过保利农庄是强调讲一切拢合法，进前哦嘛已经有申办说明会。会议徒有其事，企业毫无诚意。 企业毫无诚意。民众揪白布条大声抗议，中友百货集团保利农庄计划伫咧南投保利町广城里开发面积113公顷的里山生活度假村。27号暗时召开环境影响评估公开会议，现场火药味十足。是希望最主要的大家理性、互相尊重。公司已经。 一审里长质疑环评公开会议无依环评法实行细则通知附近其他的里，属于违法，会议无效，要求主办方宣告散会。但是也有民众认为应该和农庄的负责人说明清楚。你而家话恢复，袂使搁行其他流程。对啦，咱之前都讲好。无，迄就是以会议主席。我今日以中立来讲，你要去讲。 规套煞，你袂使安尼一讲，你就无爱去讲。保利农庄强调，度假村全境拢是伫咧广城里。13号已经举办过说明会，这届环评公开会议行政定序完全符合规定。环境评估这个部分是在行政程序上面都是合乎规定的。其实这个基本上只要再针对广城里这边去做说明就好了。所以其实减负了所有的资料，那我们这2天会询问给环保局，所以其实算是会议有完成的状况。 现场抗议的民众认为开发案影响到周边环境，当然要通知附近的里民。但是保利农庄讲，环评公开会议已经完成，会减负所有的会议资料和管府，双方是无共识。记者南投报道。